咱即时做伙来看上帝的信息，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节到13节。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节到13节。今仔恁喙焦的，就来招滚水；也无钱的，恁就来买来食。来啊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，来买酒甲奶。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值得的物啊？啥事着磨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，得着享受优异，互心欢喜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过换伊的念头。归往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往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行赦免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，就是润泽土地，互地上富艺结实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食的有美牛。我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，决断无空空倒转来到我遐，是要成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亨通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，青白发生来替草刺，光念树发生来替积犁。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袂为剪除。今早起要传讲的信息，恩典的时刻，请咱的杨新泽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圣诞恭喜！今日是圣诞节的主日，是一个恩典的时刻，咱要做伙用欢喜、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感谢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互伊来到咱的生命内底，成做咱生命的盼望。也咱早起真欢喜，和圣乐队，咱今年毋若听因带咱做伙学到上帝那定，咱嘛有机会做伙参与。我相信通过安尼，咱嘛对咱用诗歌来服侍上帝，咱更较有信心吼。咱拢无事先练过，咱就当唱了真好势。咱嘛有即款的心志，我嘛会当用我上帝所赏赐我逐款的恩赐来服侍上帝。嘛感谢上帝，伫咱过去的一冬内面，赏赐咱教育用的恩典。嘛愿上帝伫新的一冬继续来引带带领咱大心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听阮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实在听阮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你为阮的生命带来盼望。主，阮感谢你，用这款的听来听阮，竞选阮通成做你的囝儿。伫这圣诞节的时，阮要用欢喜的心向你献上阮的感谢，也要恳求你进入到阮逐人的生命内底，成做阮一生的帮赞，成做阮的一生的祝福，也互阮的生命通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赞。主，阮将阮下面的时间也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继续甲阮三个支持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们。咱今日要做伙看的经文是伫以赛亚书55章。我想咱大概较罕得伫圣诞节的时用旧约的经文做伙来分享。大部分咱拢会选福音书内面关系主耶稣降生这经文。总是以赛亚书真特别，伫圣诞节的时真适合咱做伙来读。我进前几届的讲道的时嘛，有和咱分享。以赛亚书有人甲伊称作是旧约内底福音书，因为虽然是伫旧约，但是伊讲真侪关系将来弥赛亚要来，上帝所应允的迄位拯救者要来的事，所以和福音真有关系。
特别咱今日看的55章，讲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赏赐互人，互人通白白得到。咱今日要特别通过以赛亚书55章，咱做伙来思考，什么是上帝互咱的恩典？咱要怎样来领受这款的恩典？也是什么款的人会通得到上帝这款的恩典？以赛亚书55章，通讲是咱真熟的一篇的经文。我家己对伊较熟，是因为伊有放伫咱的启应文内面，所以对细汉在礼拜过程，咱现在有机会会当读到以赛亚书55章，所以对伊不止啊熟。我细汉来时咧读的时，感觉这篇经文真趣味，因为一开始所讲的是甲咱讲，无钱的也通来买来食，毋免钱，毋免价钱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来买酒甘呢。无钱的人要安怎来买？要安怎来买这物件？我想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起头。伫即章的一开始，总是通过即章，咱要做伙来思考，什么是上帝互咱白白恩典？以赛亚书55章会用即款的起头，我想有一个背景，咱会当小可来了解。咱知犹太人因有一个真特别的特色，就是因真敖做生意，因真有经商做生意的即款的头脑。无论是早时也是即马拢共款。伫圣经内底，咱会当看到犹太人因无论伫什物款的环境、什物时间内面，因拢真敖做生意，会通成做一个真好野的人。就算讲因的国家已经灭无，互人掠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奴隶，犹原有人做生意真成功。所以当因会当有机会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，其中有一撮人已经真做好野人。虽然已经互掠去，但是犹原会当真好来做生意。有一项的调查安尼讲，犹太人的人口伫全世界内面占0.3%，0.3%无到0.5%。但是伫全世界这上界好野的生意人内面，犹太人占偌济？咱摇看觅。这个调查是讲犹太人才占一半，犹太人的背景的人，这上界好野的人内面才占一半，可见犹太人真正有做生意这款的文书。我想这款的经文的一开始，这款的起头，恁毋免开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来买酒甘呢？这款对生意人来讲，因会做兴趣要继续来了解。因咱知影生意人，因想要得到利润，因就是爱投入成本。通得到利润。真以赛亚先知甲因讲，有一件代志是毋免本钱的，上帝要白白互咱的。我想当真后做生意的犹太人，因听到即款话时，因真有兴趣要继续来了解，为什么上帝要白白互因恩典。我想当咱今日在看这段经文的时，虽然是旧约的经文，但是对咱今日新约时代基督徒也有真大的一个鼓励，也特别互咱有真大的一个祝福。当咱咧看以赛亚书这预言的时，对当时代的犹太人来讲，因可能还有一个真久长的等待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将来上帝要为因兴起一个王，带来一个公义有听的一个国度。总是对咱来讲，咱是一个真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上帝通过以赛亚所应允的这个弥赛亚，这个王已经实现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对新约的咱来讲，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。对犹太人，当时的犹太人来讲，因所期待的是一个地面上的王，可能检采亲像大比共款，是一个真有才能的军事的领袖，会当带因互国家更较强盛，互因免得搁互其他国家来欺负。但是对咱新约基督徒来讲，咱知上帝所应允的这个王。这个弥赛亚毋是地面的王那定，咱若看咱的经文，咱就真清楚，讲这个王是要做万国的王，做列邦的王。意思就是讲，毋单单是以色列百姓，毋单单是犹大国的王那定，伊要成做万国的王。咱若看耶稣基督的一生，对伊的出世，对伊的服侍，对伊的死，对伊的过活，也拢完全应验先知以赛亚。伫以赛亚书内面所预言的将来要来的迄位弥赛亚，所以我想，咱今日基督徒在看以赛亚书，今日看55章的时，我想咱有一个真深刻的感受，
真大的感动。上帝应允咱，要互咱迄个白白恩典，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咱的生命内底，也愿咱会当常常记得上帝恩典已经临到伫咱就好好来把握。伫今日咱所看的经文内底，除了甲咱讲上帝恩典是白白赏赐以外，另外一个真重要，值得咱做伙通过这段经文，做伙来反省，做伙来思考的。这段经文嘛，甲咱提醒，什么款的人才通得到上帝这款的恩典？伊甲咱讲，着爱离开罪恶的路，离开所行的歹，来归向上帝。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上帝的恩典已经白白为咱来准备，为咱来备办。总是对人有一款的要求，就是咱爱用愿意的心来回应。这款的愿意，包括咱愿意对咱的罪恶内面离开咱的罪恶，愿意照上帝话来过一个公义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咱通举一个例，互咱通了解。上帝恩典，那亲像一个水库共款，内底有真侪水，真侪恩典。咱的生命那像一个水道头、水龙头共款。水道头钻开，要若有水，若要爱有水流出来，爱有啥物条件？除了水库内底有水以外，爱阁有啥物条件？中爱接水管对无？我捌听过一个真种笑话的话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，带做一个军队叫军人来。因当时伫中国的生活是较落后的较退步。当时的台湾已经是日本的统治，不只进步，也已经有自来水因来的时看到侪人的厝里弄一个水道头，钻开就有水非常的方便。较早无水道头，拢爱去抢水真无方便。所以侪人来看到了，因就去买一个水道头，来家己的厝里来装伫壁面装落了后，因就拍开想要安尼应该有水就拍开敢有水？毋是水道头就有水爱有接迄个水管。上帝恩典，咱像水库内底的水共款，咱的生命咱像迄个水道头，要会当互上帝恩典进入到咱的生命，就要有一个好的管道。这个好的管道，就是咱和上帝的关系。特别伫圣诞节的时，咱会当安尼来思考，主耶稣基督就是成做咱和上帝中间迄个好的管道。原本咱是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咱是犯罪堕落的人，总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咱的生命内底，伊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无共款的生命，成做和上帝通结连的生命。伫今日的经文内底嘛，甲咱提醒，咱着好好来把握上帝赏赐咱即款含伊亲近的机会、亲近的恩典。伫咱的经文，咱第6节、第7节的时，咱特别来看第6节。着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。有一个真出名的布道家格里汉，这个牧师，伊伫个讲道要结束的时，伊拢会讲一句话，讲咱在座的每一位，恁可能无阁有即款的机会。即句话听起来有一点沉重啦，讲恁后届无一定有机会，阁亲像即马共款通听上帝的话，听起来真沉重。总是伊讲的嘛是一个事实。其实咱什么人，咱拢无法度知影，咱明仔载要拄到什么代志，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啥款。所以每一个咱通亲近上帝、通听上帝的话的机会，拢是上帝予咱的恩典，咱着好好来把握。对现代人来讲，我想即款的提醒特别重要。现代人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就是真无用。咱的生命内底有做代志，甲咱的时间拢占满，直到咱无精神，袂当去想，啥物是我生命内底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啥物是我生命内底永远有价值的代志。我想这非常的可惜。咱会当甲咱的步调小可放慢落来，小可安静落来反省，落来思考，什么代志对我的生命是真实有价值的。那呢，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要真无共款。亲像主耶稣伊所讲，迄个亚金子的譬如共款。上帝话进入到咱的生命内底，咱有听到，总是咱的生命内底，若是充满侪看路、侪追求钱财、追求享受，
那安尼，我想上帝的话伫咱生命内底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结实。咱来向将咱的生命调整，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摆伫咱生命的第一位。那安尼，咱的生命要成做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伫今日经文内底，伫圣诞节咱来看的是，我想有特别，互咱会当一个反省思考。全世界拢咧庆祝圣诞节，总是无共款的人，因的心态其实是无共款。无认捌耶稣基督，无认捌上帝的人，因检测就感觉讲圣诞节就是一个欢喜、一个快乐、一个狂欢的时间。总是我想对基督徒来讲，圣诞节除了咱是一个欢喜、感恩的时刻，上时圣诞节也是咱通安静落来，重新反省咱的生命。咱是毋是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？咱是毋是和上帝有一个好的结连？通互上帝这款白白恩典，通进入到咱的生命内底。我想上帝为咱准备遮尔好，佮白白享受互咱的恩典，咱若来失去，通讲是非常的可惜。所以通过今日的经文，我想咱会当做伙来反省，做伙来思考，通过咱的生命来改变，咱会当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互上帝、互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到咱的生命内底。成做咱一生的帮助甲快乐，上时嘛，较进一步，通过咱的生命，也成做别人得到祝福的一个管道，互咱四周围的人也因为咱的生命，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得到上帝的帮助。伫这个圣诞节稳定的时刻，也是咱通反省咱的生命的真景的一个时刻。愿上帝常常甲咱相甲伫地，互咱的生命真正成做一个伊所欢喜、伊所祝福的。也互咱一生通行伫伊所欢喜的道路顶面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。主，阮也特别要感谢你，通过耶稣基督，通成做阮的拯救，成做阮生命的盼望，互阮原本无盼望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，互阮有一个目标，一个盼望。我也知，我若向用信心来掠掉这款的恩典，阮就要常常伫恩典内面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主，恳求你常常来提醒阮，会用你的信心来帮助阮。阮所行、所做、所想的，拢通成做你所欢喜，成做你所祝福。也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大大甲阮相甲伫地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